台南生化是南部地区最后种草莓的产地，本地是要采收啊，不过今年温度较悬，寒天变寒时间也较晚，致使今年平均产量是减少3成。本地要开放予民众来买，即马时间搁要延后。农民表示讲，产量就要等到旧历过年前后才会恢复正常。开大片草莓园，原本个粒应该爱大粒个粉红，不过大部分的草莓刷拢细细粒啊，也未完全熟。最后因为今年气温悬，寒天变冷的时间嘛较晚，佮加上有病虫害，致使本地平常时啊有开放民众来体验采购的活动，拢牵着时间。佮人讲目前产量无够红来办，有业者变成开放假期，但损失较严重的，甚至对真够大，敢若开放1-2摆尔。叫阮孙讲要办啦，打电话给头家，头家讲今年产量足歹啊，所以讲阮都无去安尼啦。产量较少安尼啦，所以采量就较少安尼啦。伊嘛看好天的时候，伊会达到啊，看会阁成长起来安尼咧。因为咱的产量较减少，所以目前咱开放吼游客来观光采购是大部分拢伫个假日。台南种草莓面积有5公顷，其中生化占2.6公顷，是南台湾主要种草莓产地。根据了解，草莓上适合伫咧18到20几度生长。不过今年气候都变化，平均产量上无减少3成。其中第7个者影响较严重，有个农无奈表示，这10几冬来，将来唔捌才凄惨，将近一半拢损害去。今年产量可能收无3成，大概已经减7成。差不多收无3成，因为咱后壁个补栽，像即马这是。进前死的嘛，后壁去补的栽，即摆较大汉尼尔。啊，这你看这无补的栽，已经大到遮水啊，较大无。产量当时会当恢复正常的，个农讲草莓生长期爱45天，估计伫咧旧历过年前后才会豆豆恢复。若要体验慢草莓的趣味，因建议会当先打电话去问看卖。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。